米啊，比较黄的、近的黄的那个是动物乳牛用的那个玉米，跟一般食用的那个黄的玉米、甜玉米又不一样。这个很硬的，它这个是食用类的，彩色的食用类的，彩色的是食用类的玉米，会长这个样子。 没有施肥了，好像员工没有领到薪水了，工作情绪低落了，产品不好了，产值不好了，给他施肥，就好像公司给员工薪水了。哦，这彩色的玉米。 不要太熟了，采了；太熟了，采了太硬了。哦，这个是秋葵啊，秋葵尾刀啊，紫尾哥啦，采收的时候绿色或紫色的，像大拇指，甚至比大拇指还要粗哦。晒干了收成这个这么少。